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Baby 㗎，幾多歲？今年27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mẹ。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 Baby 㗎，今年27歲，我未結婚。我喺佛教徒，我之前做過喺內容4年小姑當收頭務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識講少少主張福州，好似正街、正廟、正單，就菜葡話咗葡萄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好事，係公公婆婆開節數，幫公公婆婆沖涼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好事，幫佢哋沖涼。當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，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好事，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，我沖熱沖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到晒、毛晒同埋頭，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到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老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。正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